主后2024年1月21日，三日教会主日礼拜，大请咱来听读圣经，记载伫旧约列王记上卷11章第4节到13节，咱做伙来听读。所罗门年老时，这某引诱伊去缀别个神明，伊个心无亲像伊个老爸大卫个心，完全顺服上主伊个上帝。所罗门去缀西顿人个女神阿斯塔略，甲阿文人通厌恶个神明摩洛。所罗门做上主看做歹个事，无亲像伊个老爸大卫专心顺服上主。迄时，所罗门为着摩押通厌恶个神明基抹，甲阿文人通厌恶个神明摩洛，伫耶路撒冷对面个山顶起山头坛。遐个外邦个某拢对因个神明烧香献祭，所罗门嘛为着因安尼做。上主对所罗门生气，因为伊个心离开捌2遍对伊出现个上主以色列个上帝。上主捌命令伊毋通拜别个神明，毋过所罗门无遵守上主个命令。上主就对所罗门讲：因为你已经做即款代志，无遵守我个约，甲我命令你个规例，所以我一定要拆离你个王国，将伊赐互你个人神。毋过，因为你个老爸大卫个缘故，我袂伫你活着个时做即个代志。我要对你个囝下手拆你即个国。总是我无要将全国拆你，为因为我个仆人大卫甲我所竞选个耶路撒冷个缘故，留一支族互你个囝。弟兄姊大家平安。人个人生对婴仔出世到离开世间死亡，检采有诶有囡仔少年时代，有青少年、青壮年，到伫老人个阶段。无共个阶段检采，也有无共个奋斗甲发展个故事。通常要评价一个人个一生，有正面，也有负面。做人人生最后个评价，是伫上帝审判做终结。就亲像传道书12章14节所讲，人所做个代志，甲一切秘密个事，无论好也是歹，上帝拢要审判。今日咱读圣经听讲道个进度是列王记上卷第11章到12章，主要讲到所罗门王伊晚年以及国家分裂个代志，这也诚做咱甲历史个鉴戒。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11章第1节到13节，遮讲所罗门离开上主。圣经讲所罗门伫法老个查某囝以外，嘛爱真侪外邦个查某囡仔。伊所娶个人数有700个公主，300个妃嫔。因引诱伊个心去缀别个神明，到伊年老嘛无像伊个老爸大卫完全顺服上帝，去做歹个事，拜偶像，搁为偶像去山头坛烧香献祭。因为安尼大大得罪上帝，上帝就决意要拆离伊个王国。
只有干那留一小部分的支族，予大笔的子孙。第二小段是十一章14节到25节，遮记载大笔主要的外德。伫这个所在记两个所罗门主要的外德，一个是以东王的遗孤哈达，伫国破家亡了后，伊走去埃及，互埃及王收留，后来佫做伊的细臣呢，也互伊住伫王宫。到大笔甲约押死了后，伫所罗门的时代，伊转去以东，成做所罗门的对敌。另外一个是索巴王的手下叫利顺，伊甲大笔共款，成做叛党的头目。后来伫大马士革做叙利亚的王，伊也是以色列国主要的死对头。第三段11章第1节到13节，则讲到所罗门的瑞德。所罗门原底伊看耶罗波安是一个有才能的少年人，就伊做以法莲甲玛西，也就是约瑟家的总管。总是耶罗波安以后想要做王的意图。后来伊拄着一个叫做阿希雅的先知，有言伊要成做以色列10个支族的新王。因为耶罗波安伊是约瑟家人民的英雄，伊也野心勃勃，所以所罗门忌惮要杀伊。伊也走去埃及，互法老王甲伊政治庇护，直到所罗门死了后才转去。第四段是11章41节到43节，则讲所罗门的死。所罗门做王在位共40年，甲伊的老爸大笔共款。伊死的时大约60岁，伊的囝罗波安接伊的王位。第五段是12章第1节到20节，则咧讲罗波安王毋听北部支族的请愿。所罗门在生的时阵有娶1000个某，按理讲伊应该有袂少的子女，毋过是安怎到落尾伊会选罗波安做王？圣经并无明讲，咱敢若知影罗波安并毋是伫耶路撒冷来定居，反倒转是去北部的事件。可能伊也想要讨好北部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因伫大笔做王的时阵，咱就看到有南北的争角真深。所罗门做王的时，因为扣重税甲征调强制劳工，北部的人也怨天载地，真不满，所以罗波安为着要安抚北部人，就选择去示剑来定居。迄时北部的人找罗波安转来做因的民意领袖，甲罗波安来做谈判。落尾因为罗波安伊听信也采取少年派的意见，要加重重担，互北部的人负担，即个就引起因的大大不满甲反叛。若拍死监督强制劳工的总管阿多兰，也甲罗波安赶倒转去耶路撒冷，南北正式分裂。第六小段是12章21节到24节，先知示玛雅组织南北的内战。罗波安转去耶路撒冷，就调集犹大甲便雅悯支族18万的战士，准备要甲北部支族
开战，做是先知西玛雅苦劝因，这事是出自上帝意思，毋通兄弟相抬。就安尼即个代志暂时就准煞。第七段是罗波安伊做北部的以色列王，毋过伊也离开上主。12章的25节到33节。罗波安虽然伊受北部之族的人民甲伊拥立做王，毋过伊的内心无平安。一直惊王位搁互犹大王抢去，所以就伫但甲伯特利搁铸造一只金牛仔，讲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明，也去神殿搁设立，毋是利未之族的人做祭司。甲另外定8月15日做新的宗教节期来庆祝，用安尼迷惑以色列人，免得因有机会甲犹大人搁和。两记上卷11章到12章对咱有啥物启示也是教示？头前咱看所罗门王。伊离开上帝，就离开祝福的源头。之前咱有讲过，所罗门伊的荣华富贵，伊的智慧甲兴盛，拢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为什么上帝要赐福互所罗门？敢是因为伊是大毕的囝，还是所罗门伊有为着上主来去做富丽堂皇的圣殿？这个拢毋是，因为伊头仔有亲像伊的老爸，专心顺服上帝，也因为伊虔诚敬拜服侍上帝的缘故，所以上帝赐福互伊。所罗门伊有非常大的荣幸，因为圣经记载，上帝捌2遍对伊显现。咱知连上疼上帝的大笔，上帝都毋捌亲自对伊显现。做是所罗门王竟然最后因为伊的心渐渐受迷惑，伊的行为也渐渐偏差，拜偶像，服侍外邦的神明，惹上帝的受气。因为这缘故，伊为着家己甲后世留后根，用要断绝上帝的祝福，这实在也真无采来比甲所罗门2代累积王朝的基业，财术就因为安尼来荒废了。申命记17章10节到17节，捌记在摩西律法中间讲到着立王的条例，内面有讲。王毋通为着家己加添真济马，嘛毋通因为爱买较济马，互人民倒去埃及。因为上主捌命令恁，讲恁毋通搁倒去迄条路。17节讲，王嘛毋通带真济嫔妃，则免伊的心受引诱离开上主。伊嘛毋通为着家己累积真济金银。所罗门伊王朝的荣华，有一部分是建立伫扣动税甲过重的经济劳动，致到人民怨声载道，累积太多民怨，也种下国家分裂的败因。各地方记指出，所罗门最大的败因是因为伊贪图美食，受迷惑引诱来拜外邦神明，服侍偶像，
离开上帝，这是伊最大的主因。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15节到17节，甲咱讲，毋通贪爱世间，也是世间的物。若人贪爱世间，伊就无疼爸。因为一切属世间的，亲像肉体的欲望、目睭的欲望、等家己的财富，伫中文圣经写今世的骄傲，拢毋是对爸来的，是对世间来的。即世间甲世间的欲望，拢得过去，总是实行上帝旨意的人，永远生存。第二，咱看耶罗波安王，就亲像咱台语咧讲，细空的无宝，大空的就知苦。罗波安伊是甘金汤匙出世的，事实上嘛是安尼，因为伊老爸所罗门王将一切的器具用品，拢是用金仔做。伊过的日子只有荣华富贵甲享受，完全毋知影也无法度了解甲体会人民真正的痛苦甲感受。照14章21节记载，伊做王的时已经40岁，毋过伊却粗鲁无礼，无采伊的老爸是全世界上有智慧的人，伊竟然采纳遐个甲伊做伙大汉少年人的意见，毋听元老的忠言，伊想要加重人民的负担甲重担，结果落尾真狼狽，互人赶转去耶路撒冷，也致使北部的人民反叛。另外，设立耶罗波安做因的王。以色列自此以后分裂，就变成做北以色列国甲南犹大国，到落尾也各自亡国。咱台语俗语咧讲，细空的无宝，大空的知苦。罗波安王毋知好好爱补破梦，结果就将爸公留落来，大好江山纵散大半。伊满面全豆花，无采所罗门，伊伫箴言15章30到33节有讲，毋听警戒是看轻家己，听趁管教会得到智慧。敬畏上主是教人有智慧，心有谦卑，才有尊严。罗波安伊若会晓敬畏上主，谦卑做人，受苦劝管教，伊就会有智慧甲尊严。可惜这伊袂晓。第三，咱看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伊是以假乱真，是异端的开基祖。罗波安伊的出身是一个艰苦歹命囡仔，因为伊老母是寡妇。毋过伊有才能，伊得到所罗门王的重用，成做约瑟家，也就是以色列族上界强的马西甲以法莲支族的总管之位。若用咱台湾现主时来讲，就是讲伊成做台北市市长即个职位，伊也深得约瑟家人民的喜爱甲寄望，通讲伊是人民的革命英雄，是社会运动的解决者。伊也有真好的口才甲群众的魅力，而且伊本身也有想要做王的梦想。上帝透过先知阿希亚甲耶罗波安讲预言，要互伊如愿来做王，总是也有甲大笔之约共款的条件，就是爱
听上帝所有的命令，行上帝的道路，做上帝看做正直的事等等。那安尼，上帝就会互伊有稳固的王朝。是毋是因为安尼，也是其他的缘故，伊得罪所罗门王，伊煞诚做所罗门通缉要杀的政治犯。亚伯安伊走路去埃及，也得到埃及互伊的政治庇护。后来，亚伯安伊如愿做王，总是伊真惊伊的王位甲江山，搁互大笔王朝抢转去，所以伊完全违反甲上帝约定，以及毋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伊用假的宗教代替真的信仰，伊铸造2只金牛仔，搁放伫伯利利甲但，骗人民去耶路撒冷敬拜是伤辛苦的代志，只要去伯利利也是但献祭也共款。伊也任命亦毋是利未人的一般人来担任祭司。伊决定8月15日做宗教大节期，用安尼，互以色列人陷入伫假神偶像的崇拜。以后的圣经学者一直在咧讲北国以色列王行尼八的囝耶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倒做去拜虚假的神明，及上主的受气。咱做基督徒的，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社会，还是讲咱咧用网络，也拢得爱真小心来防备异端的代志，因为异端就是以假乱真的信仰。彼得后书第2章第1节则讲，以前嘛有假先知伫民间出现，共款。现在嘛有假教师会伫恁中间出现，因暗中将互人灭亡的异端带入来，甚至毋承认迄位受回因的主宰，直到家己真紧就灭亡。亚伯安伊无猜是北以色列国的开基祖，原本上帝嘛重用伊。总是伊家己毋知轻重，伊敢若想要顾家己，煞用假宗教异端代替真诶信仰，这实在有够悲哀，而且是真乱来。结尾来讲，今仔日咱用所罗门王、罗波安王甲耶罗波安王诶故事来做警惕，也愿咱人生选择是认捌上帝做咱的至宝，离开一切歹，选择行伫上帝所欢喜正直的正路，这才是咱甲咱的子孙真正的祝福。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透过伫列王记上卷11章到12章，阮读到以色列分裂的原因除了是即个所罗门王伊受迷惑来拜偶像以外，阮嘛看到伊的囝罗波安也毋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袂晓真正来找求上帝听苦劝，直到也造成国家的真正的分裂。阮嘛看见耶罗波安王虽然伊做北国的开基祖，总是伊也真无彩，伊也行伫即条异端的道路秩序整个的北以色列后来也一直沉沦落去，到伫灭亡。阮看到遮个历史的教训，也互阮知影
阮真真正是需要敬畏上帝，选择行伫遵守上帝的话语、教示甲道路，才当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求主看顾帮助，互阮有即种决心来跟对主。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